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万华警察分局大规模清楼，甲创立的当地宣召大楼的应调站处理起来。结果姓陈的主嫌被逮捕了后，竟然甲警方惊出讲，警察队有一个姓区的员警去因遐消费，但是无付钱。伊打算要带细汉的去警察局闹去讨公道，结果有员警甲按答甲承诺，讲短期内袂上门甲查缉，但是警察是讲话无算话。即卖分局调查证实，这个员警伫111年到112年至少去过3届，即卖是甲记一支的大过甲处分。迄个小组举枪来到应调站，发现内底规模真大，唔敢带，直接就冲入去。OK。主嫌干部成员拢总抓起来，拢带回警察局去做笔录。不过警方想袂到讲，这摆行动会去抓到家己的人。推，走。来，干嘛？来，走。警方抓到43岁姓陈的主嫌，伊经出案外案。原来伊做笔录的时讲，警方无信用，讲有一个员警真接去开了，阁无付钱，因为这个姓区的员警。知这个小姐听无华语，这个姓陈的主嫌即口气吞袂落去，打算要带人去闹警察局，员警就甲讲，短期内袂来抄，伊感觉警方无讲道义。违纪情节严重影响警誉，依规定加重予以记忆大过处分，并列教育辅导对象及调离刑事工作服务单位。虽然万华分局是讲是调监视器才抓到家己的人，这个26岁姓区的员警警专36期毕业，108年开始伫万华分局侦查队服务，111年到112年期间出入无正当的场所消费。督察组查证了后发现讲，这一年来伊尚无去3摆分局随处理，员警冇承认。敢有其他人员牵涉这个案件，警方会个全力对战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